并且县市合并19周年议会拍算推出百花齐放，第二前4颗连灯加上木材造景以后，上午园的景观公司嘛车来一车一车的盆栽要来栽种，五花杂色的花卉将近100种，真侪品种各拢是级数上悬，佮有真侪是新的配种，相当难得。而且到时整个布置起来将有3万丛，一定是相当美丽壮观。上午施工人员依照立法的区域，一一来栽种，细心照顾。议长郭信良嘛亲自到场来关心，呼吁民众无看可惜，场内推荐一定要来欣赏。10月24号到明年1月3号，将是县市合并满10周年的庆祝，一连串的活动将在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展开。其中一项就是百花齐放。在百花齐放，我们特别呢公开招标有这个专门的来种植栽高品质而且非常的有看头的这些花呢，今天来做，现在在陆续在种植当中，期待在24号能够将最好最美好的呈现给我们台南市民共同来观赏，百花齐放，真的很漂亮。无论是内底外口怎样看，加布置整个的灯区，还有整个的前面自由的亮化，所有的灯光，圣诞灯的起灯。刮去年的一些灯座回来，其实可以看到大地中华夜一直从台南市又延伸到台南市政府西赖亚广场，佮从今年的跨年又到这个市政府，这样庆祝起来一连串的活动10几天，真的精彩可期。议长9年以后，将议会周边庭园的绿美化已经费了真大的功夫，有整个景观焕然一新。现在为了迎接县市合并10周年的庆祝活动，对12月24到1月3号，除了百花齐放，更有光雕加灯会亮化工程，以及庆典嘉年华加跨年倒数，要全民感受议会前所未有的风情。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